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個禮拜嘅 Crypto Weekly。上個禮拜加密貨幣市場真係嚇到大家個心離一離，比特幣由高位一路俾人撳住個頭咁落，成個走勢似係被動去槓桿，加上主觀拋售疊加出嚟嘅結果。呢一轉究竟係牛市當中一個大型但屬正常範圍嘅回調，抑或係一個小型熊市已經殺到埋身？先交代清楚上個星期嘅殘酷戰線。由頂到底計，呢一浪比特幣跌勢已經加深到大概3/5至3/6。周線圖喺圖上清清楚楚畫到出嚟，連續幾支大陰燭之後，總回撤去到約36.22%，貼近歷史牛市常見嘅3字頭回撤幅度。細時間框架30分鐘圖，而家見到喺87,600幾美元附近拉腳，短線係有一個由低位反彈嘅階段，但動量唔算爆，屬於跌後技術性喘息。周線層面先係硬信號，50週移動平均線而家喺10,200,000至10,300,000美元區，上一週已經被實體陰燭跌穿，等於由多年牛熊分水嶺變做頭頂嘅第一阻力，呢一點要擺喺心上。10月10號係今輪爆煲節點，嗰日出現史上罕見嘅單日去槓桿清算，爆倉規模直逼，甚至超越2022年交易所事故時段。關鍵唔係範圍，而係結構，賣壓幾乎只集中喺比特幣本身。之後一連串日子，現貨 ETF 錄得史上數一數二嘅單週淨流出，配合盤面，你會見到比特幣支配率喺大跌後唔升反跌，即係資金唔係由山寨幣走去避險，而係直接撤離加密資產。呢個係典型機構級撤流特徵。呢個判斷同幾組最新數據互相印證。第一，交易所嘅主動賣出成交量喺11月當中多次放大，11月21日幾乎係全月最高位，而黑線嘅價格期間一路由11萬美元級別滑落至87,000至89,000美元區，屬於價跌配合主動賣壓放大嘅典型去風險型走勢。第二，礦工端嘅算力喺1.08 charge 附近上落擺幅加劇，配合電力同硬件成本上升，邊際礦工被逼減倉換現金嘅誘因變強，短期賣壓來源唔止係投機盤。第三，恐懼與貪婪指數企喺12，上日係10，最近一週17，處於持續極度恐慌區域，情緒模型喺呢啲讀數往往對應中短期底部區域，但要配合流動性轉向先有力度。第四，比特幣支配率最新喺大概59.16%，貼50小時線附近反覆，未見到明顯大幣抽高 altcoin 血流嘅避險模式，證明資金仍偏向離場而非轉倉。呢4個拼埋一齊，基本面信號俾嘅係賣壓的確廣泛，而且並非單一散戶情緒可以解釋。技術位就講到明，先睇第一重係10,200,000至10,300,000美元嘅50週線，呢度企唔返上去，牛市節奏就只係反彈而非反轉。第二重係上一輪下降段中樞頂，大概11萬至11.2萬美元，突破先可以傾重奪主升段，否則都係雙頂壓力。下面3條線要背熟，98,000至10萬美元係第一時間窗口，多次測試過93,000美元係你可以當成空氣袋嘅位，失手通常會加速落車，再落去就係88,000同82,000美元兩級台階，前者係密集成交區下緣，後者係次級牛市破局前最後一檔。極端情景嘅終極下緣仍然係200週移動平均線，大概55,000美元附近。真正長線買盤會喺嗰度以時間換空間，但我唔建議用呢個做操作基準，因為風險回撤曲線對年輕投資者太殘酷。而家講宏觀驅動。聯儲局12月會唔會減息仍然有爭拗，信息閘前瞻指引弱，市場對流動性回流嘅確定性唔夠，美股風險偏好指標一度落到個位數，與加密極恐互相共振。財政面而家最大變量係政府開門後由高位慢慢向下釋放現金，理論上未來4星期有機會釋出數百億美元流動性，呢一筆錢喺歷史上對高 beta 資產有乘數效應。但要配合美元走勢同避險需求收斂先見效，政策面再加一層不確定性。年尾之前高層人事變動，預期會干擾幾時咩幅度嘅寬鬆定價，呢個時間窗會放大波動，而唔一定即刻轉勢。短線節奏我點睇？週末嘅反彈屬於低流動性下嘅技術彈，數據顯示已經吸引到超過10億美元嘅多頭槓桿入場。
歷史上呢啲週末蛋往往喺星期一至星期三被吞噬，特別係當仍然有大型做空部位浮盈而未平倉嘅時候，所以呢3日一定唔好追高。總結呢一轉跌勢唔係散戶自己嚇自己，係結構性去槓桿配合宏觀流動性抽緊。但牛熊分水嶺其實好簡單，重奪103000美元嘅50週線，牛市節奏延續。守唔住93000美元，空氣袋下面就要俾時間同價位一齊出清。情緒而家喺極恐12，歷史話俾我哋知呢啲位唔係用嚟恐慌，而係用嚟寫定交易計劃嘅位置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